画嘿，面。你我爱先分享的看，分享来。我拄要讲 PPR 吼，来，迄个代理店有收哦，真趣味。我想即个书应该无收到点，结果人伊有收哦 PPR。我来看卖啊，为什么伊的解说是讲高面皮？高面皮？这是一种延伸的这种意义啦吼，就是讲啊，我就是无你甲你渗透，我就无你甲你惊啊，对啦吼。高面皮，皮啊食补皮吼，咱来看一下这皮啊食补皮吼。食补皮。皮啊吼，我阿姨无伊是伫倒位写者，遮吼。皮啊嘛，日语是叫做剃面皮吼，高面皮就剃面皮。即个甲迄个甲大明星敢有意思敢有差不多？大明星。我感觉无共意思呢。哦。但是差不多是即种态度就对啦。比如讲啊，外口即卖大家足紧张，偏偏我就挑工叫皮。哈哈。你使用的，我所知影的使用就是安尼使用法哈。外口大家惊到要死烦恼甲，我挑工叫皮当做无代志安尼。照常四过偌说，叫皮。我看伊是话敢若皮对。是咁就是迄无介要义的意思。对。无要义。是，无你甲要，无你甲信道，无你甲注意，无你甲注意着吼。啊，伊这是一个哪能讲一个 phrase 一个 idiom 吼。皮食补皮就对啦吼。意思讲我叫皮，我这翻译我都看无啊吼。kine kare mo sene no nisha ashia dekate。OK， 我相信嘛，差不多这个意思啦。是叫皮啊，我就食补皮安尼。皮食补皮。啊，皮啊，都是皮啊，皮啊，就是。皮啊，就是都相关意思啦，啊，就是用法，就是拄则讲的，好，咱转来一个，拄则你讲，咱读到199页是遮少？是读到100页。100页。100页。100页应该是对遮哈。我有头天配哈，对，嘿。头天，嘿，呀。迄部分已经读煞，嘿。怎样无啊？先生，我无，迄时阮小弟顶日来找我，顺续互伊摕去。先生讲好，后摆就说你。好，咱继续。我看卖。歹势，拄则我拄则有一个顶摆无注意到的问题吼，就是伫尾啊，拄则迄个咱读过的尾啊是来第3纸。迄是阮小弟顶日来找我，迄个顶日，迄个顶。所以讲顶日敢是前几工的意思？顶日。嘿，对，前几工。好，即个我来记起来。也是，这是讲是前几工，也是讲是昨 yesterday of yesterday,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Day before yesterday 哦。The day before， 嘿，是佫倒一个是 the other day, some day before or today。顶日啊，我认为顶日应该是 days ago 啦，但是无一定是对，无一定是。无一定是真 precisely 迄个。对，所以你看伊解说吼，这是日本的解说。先
Saturday，我相信这 Saturday 就是无确定讲一定是对一天。生日子敢若前一天，但是 Saturday 应该是无一定啊。咱查一下，看下查一下日语啊。Saturday，哇，无这个意思。哦，有了 Saturday， 好无？拄则有拢 Saturday 嘛，吼。Saturday， 哦。对，Saturday 嘛，吼 ，Saturday， 就是这个。安尼了解。若是日语的上尾一个解说。就是 the other day 啦，是 some time ago 啦，吼 ，recently。是。Saturday。记起来，等我记起来哦。先好。日语内底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汉字是前日、生日，迄个意思是啥物？是生日子哈，生日子，the other day， 相反是 a few days ago。了解。生日子找对，而且生日子 ，a few days ago， 所以毋是昨昏，毋是昨日哈。大概讲话是昨昏昨日啦，吼，昨昏昨日。昨日好。昨日哈。听起来敢若昨日哈，但是毋是哈。毋是哦，昨昏昨日。对，昨日就是昨日哈。这是昨日哈，毋是。昨昏昨日，昨日，昨日，但是阮是讲日式。我查袂出这。敢讲昨日就是我家己误会去。伊写昨日，无这个讲，无这个数呢，应该有昨日尔。我是倒一个拍唔着，那拢查袂着。明明拄则就查到这个汉字的部分。今日。今仔日的前一天，昨日即阵啊，这是昨天 yesterday 吼。等一下，好，对，迄是 yesterday。但是阮讲昨日是 OK， 我安尼好，换一种方法来查。前天，用华语讲无啊。哇。解水无。有这。用找台语看觅。你看。昨日有无？我拄则是安尼发音的。昨日。好。昨日。第七条轻声昨日哦。对。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哦，毋是昨天哦，吼，昨日就是1956台湾白话记，所以我毋知这是啥物词典，我毋知吼。Embry 有嘛有吼，就是前天昨日。但是伊是写这个无啥共字吼，是昨日。我毋知这个汉字是对一字吼，昨日。第二点无收呢。系啊。这种遮尔 ordinary 的字，竟然无收。所以讲拄则我就好闲讲，顶日是the other day，若是讲。对，你讲对，顶日阮从来毋捌用顶日来讲昨日。是。对阮来讲足明确的，昨日就是
day before yesterday 啊，昨昏才是昨天。哦，是好。所以讲 M 嘛是用顶日来表示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敢会安尼？袂安尼，所以讲若是讲着顶日，就是讲进前的某一天，对，迄是就分别就清楚的。伫我语感内底分别是就清楚的。了解，既然我就记起来。昨天一定是昨昏，我袂讲昨日，因为昨日我若讲昨日，就是表示是 day before yesterday。好，了解。我无理解为什么第二点无收这个这么 general 的 term 哈？系啊，可能这种物件是无啊，无第二点是安怎表示啊？我想过伊要安怎表示，比如讲昨天无，昨日。你敢若有收昨日？偏偏阮就毋捌安尼讲啊。系啊。啊，前天呢？阮讲昨日，伊要安怎？前日嘛无啊。这嘛毋是前天的意思啊。前天要安怎？前天。还有迄个拄则我用伫找台语有，敢毋是有收一个昨日的 AOH 第8条迄个，就是 Marino 台语。我拄则就用即个词去台里顶找迄 CHOH 第8条，后壁用一个星号，就有找着迄个有收。你咪咧讲，伊收第8条后壁是轻写昨日。敢是这安尼个做滴？查看卖啊！对，这就是我找啊！我是想，伊个汉字敢是？伊个汉字敢毋是？敢是拍迄个连字符拍毋着有太破？伊个解说是讲是昨昏的前一工。对，这伊发音嘛是，就是我讲的昨日。当然，阮是袂发这个入声啦。阮是讲昨日，阮是发音 CHO 7条吼。第7声嘿。伊是写做第8声。第8声。但是你若讲发音差不多啦，就是较倒尔吼。昨日，阮是讲昨日。是长短的差别。对，伊是昨日。是啊，而且伊个汉字是迄选的汉字是就毋是书上的用的汉字。个咱捌查过呢，系啊，真趣味。昨日就是主要是今仔发现讲，这种这么 general 的 term， 你是无可能讲无收啊。这哪可能？这是伫个这可能是自古以来就会用到的一个词啊，吼。系啊。好。无啥物其他的吼，其他的解说就是安尼。昨日暗就是前天晚上吼，昨日暝吼，拢是前天吼，毋通靠这个昨日这个误会去吼。是。啊，昨昏，安尼伊应该有收昨昏吧？应该有。来，昨昏就是阮定讲昨 yesterday 吼，阮是安尼讲吼，昨昏。哇，无，不可能。伊要安怎讲昨昏啊？我就主要讲昨昏，我就袂晓讲啊，我就毋知要安怎讲 yesterday。但是收的音是无共的，我看卖。昨昏。有啊，所以讲你拄则找的音是伊收的昨是第7条。第7条，昨昏。安尼第173，安尼变成头先昨昏，那毋是怪怪？阮嘛袂安尼读啊。昨昏。系啊。今仔日前一工就 yesterday。系啊。第7声吗？确定吗？为什么是第7声呢？毋知呢。真正的第7声呢？系啊。一徛的第7声，昨昏。
这种的连解说都无变大解说啊，直接甲你讲就是安尼。好，咱转来遮，转来读咱的出师线哈。哦，顶日就是我对你讲，这边卡顶日绝对是讲several days ago。等下我好了解，无就是拄则咱讲到迄个昨昏甲昨下昏，迄个我就感觉真熟悉，感觉即个事咱进前敢若有讲过，系啊，感觉就是真熟悉，咱有讲过的感觉。就是你忽然间伫个电车无互我行一个，想我哪遮尔 general 的 term， 哪会无台面无收哪可能？就是即个事，咱进前应该毋是有无是讲到昨昏即个事，毋过敢若是讲到昨年。对无？就是旧年、旧前年、昨年即个昨年即款的事，甲顶年。这我都袂记啊，旧年，伊讲是讲，就是旧年、旧前年、昨年，迄款的旧年。咱之前是讲到前年，我是拢读过有顶年。对，好，了解。无拄则就感觉就熟悉的，好，了解。所以讲就是迄个事顶日，好，了解。好，好，记好啊。个敢爱为新的一啊，新的一部分开始读。咱开始读。好，迄下晡雪龙，嘿，雪龙要去找玉主。迄个雪龙和之前敢有出现过？好，新人过去好，雪龙。雪龙要去找玉主。路着对爱主先生的楼顶去，雪龙一个就楼顶，了解？一个就楼顶，系啦，行着庆忌啦。为什么会讲着庆忌？行着庆忌，行着庆忌吼，行这个动词你毋捌学过，所以你毋知吼。行就是行，就是用手去承接叫做行。了解。行着庆忌，庆忌对天顶人啊，你要行着啦，机会就水嘛吼。行着庆忌，所以行着庆忌就是迁都迁吼，注释的就对了。属新的庆忌啦，了解注释的意思，好，对，了解。我都要讲迁都迁，我毋知这会收的吼。迁是啥物迁？我看卖迁都迁。在收的吼，我查看卖。这两收我拢感觉足趣味的吼，这种事阮虽然讲甲，哇，这都无收到吼。都是第8声的款的嘛。好。收。迁都迁。若是用车号来找的车。查看卖。敢若无迁都迁。无呢。伊那有呢，有就是迄个都是第2声。哎呀，你看这种我上欢喜的找这种，我出世讲就老的这种事啊，从来无想到讲这种事伫咧书店是查得到吼。迁都迁吼，结果照所料想，结果照所料想的。迁都迁的时候，我本来想真正就发生了安尼。迁都迁。了解是。这种当然是就要怎讲，就难的恶的发生的嘛吼。咱来看下例句吼，迁都迁。
牵拄牵哦，各有这种讲法啦，我唔知。行见会落雨，蒙早雨线来，牵拄牵雨落遮大吼。就是牵拄牵啊，都无互你拄着。安尼的意思，都互你拄着啦吼。这种遮恶会发生的代志，互你拄着啊，意思就是牵拄牵。吼。我来看一下这好了，看日本人该安怎解释，互日本人理解，什么叫牵拄牵？伫倒位啊？牵拄牵伊，敢有汉无啊？遮吼。好。果たして。伊这是例句的解说啦吼。恐惊会落雨啦，啊，蒙早雨线来，牵拄牵雨遮大安尼吼。所以这句例句就是这牵拄牵的意思，用了就是就拄啊好，就类到啊吼。牵拄牵雨遮大。就是你以后讲可能会发生，个真正互你发生。啊，这种代照我的语感内底拢是这种代志，要互你拄着是足困难的，足恶地发生的代志，互你拄着安尼吼，牵拄牵吼。我有一个问题哦，吼，就是这个例句啊，伊讲是恐惊，所以讲伊伫我看卖，伊伫迄个日本的迄个日记内底嘅例句，伊的词迄个汉字是写恐惊，对无？毋是，伊是惊见。惊见哦是，惊见，所以这样我的问题就是惊见这个词，伊敢是就应该就是恐惊的意思吼，同款意思。惊见会落雨嘛吼，惊见就是怕万一会下雨。好是，敢就是，这个词敢有事上敢有咧常常咧用的。惊见是这你若会晓讲的人，你讲出来，大家拢听有啊。了解，因为我就想讲，平常我听迄个恐惊听较食听。因为大家恐怕嘛，就是已经较袂晓讲惊见。是，毋过若是即摆去讲惊见，大家嘛是知影意思吼。应该知啦，你若会晓讲台语，拢听。落雨啊，若是讲迄即摆出门惊见，去误会着迄个夕阳。对，惊见会使，安尼足好的因素吼。恐惊，我其实我语感内底感觉这两个词无甲100%相像吼。是哦。是恐惊无半个人来，有可能吼。咱来看一下原册是毋是安尼？恐惊吼。就是是安尼吼，是这我毋知吼。おそらく，还是おそらく，我真看袂介清楚。おそらく，おそらく。恐惊无半人，无半个吼。惊见呢，咱来查一下惊见。伊嘛是恐惊，好，安尼惊见伊毋来，所以嘛是差不多意思，就是安尼等于是 equivalent to 啦吼。是，好，了解，这个我就解。伊嘛是おそらく ，OK， 好，安尼就是 equivalent to， 惊见伊毋来。即嘛人袂晓用，无代表即个词无接用吼。其实，讲迄个年代绝对是惊见，可能佫比恐惊佫较接用吼。这是即嘛受华语影响，大家会晓讲恐怕，结果袂晓讲惊，不会说惊见嘛？对，无华语无即个词，大家都袂记啊。是安尼对，我有另外一个问题吼，就是讲，伫找台语啊，你若是伫找台语找迄个内底找拄则你讲迄个词关
咱原底咧讲的迄个迁都迁迄个书有无？伫迄个华语伫较2002年甲较最近迄几本咧华语的，伊华语的解说拢讲是巧合，也是讲不巧，这敢是正确的翻译？我是讲伫嘿，找台语内底找迁都迁，对，找台语的迁都迁，伊个嘿，伊较最近的华语书店有无？伊对遮讲巧合，嘿啊，我就想讲，伊甲台字典迄个解说就无解相像，这是无正确的这种无正确的对，嘿，我嘛是安尼感觉。应该讲迁都迁无对是巧合，拄啊好哩拄，但是台语要强调的这个部分是伊真恶的发生。哦，嘿，真恶的发生，真罕的发生，这种是真罕的发生。伫台语内底，等于这句话背后迄个意思是足清楚的，就是讲这是足罕的发生的代志吼。啊，华文讲巧合，当然伊嘛可能是足罕的发生，但是嘛有可能毋是介恶的发生啊吼。华语内底并无讲巧合，当然华语并毋是足强调讲是伊是足罕的发生啊，但是台语内底是有即个意思。哦，了解，好。你可能对，譬如讲，你对汉字来理解即个意思，迁，嘿，就是迁就是几啊千，大概是，系啊，所以要讲的是这种困难度，毋是这种我这样拄啊好安尼。你若讲这样拄啊好，台语就是拄啊好嘛，拄啊好去互你看到，而且这就是拄啊好，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迁都迁，就是哇，这样恶的发生，这样罕的发生啊，互你拄着，安尼就是语感上有迄种感觉，就是当你讲迁都迁的是，这种代志互你拄着，就是有迄种感觉啦，吼，就是有这句话后壁就是有这个意思，等于甲这句话后壁这个话声调无甲你讲尔，就是迁都迁，哇都迁嘛，互你拄着，对啊，迁都迁，哇你迁都迁，互你得到这个奖，还是互你得到这个奖安尼？是，了解迁都迁，了解，这是足好了解个词啦吼，华语无对应的，所以大家袂晓去无接应，大家拢毋知意思。较早书店有吼，书店有我若逐遍看书店有，我就感觉足有信心啊！我确实我较早安尼讲，大家嘛是拢是共款即个意思嘛。因为即嘛变成我本身敢若一个语言的孤岛上款咯。我讲一堆，但是无大家接受袂着啊！我有时我就失去信心，到底我安尼讲对啊毋对安尼？哦 ，OK， 好，咱转来遮。是心着庆忌，心着庆忌吼，系啦，系啦，心着庆忌啦。心我拄则讲要习查即个心吼，心即个动词，所以你知影啦吼，心那敢若心河水吼，就是心。心嘿。另外伊嘛是心河流。迄个心着庆忌，敢是即个应该就是譬论嘛，譬论讲先着拄着，互人掠。对，迁都迁，互你拄着安尼嘿。心着庆忌嘛，即种代志互你拄着安尼。即讲即款的譬论，敢有字数上咧用的心着庆忌？心着庆忌，我今年才学着啦，我其实毋捌听过。毋过知影迄个意思是。因为一讲我就对啊，即种代志，心着庆忌，你平常时你若信会着。好，继续心着庆忌啦。爱子先生看见玉主的小弟来，就切逼伊讲接逼，安尼了解接逼。
就袂人的意思。即比伊讲，你啥事甲阮的学生偷假批？好，雪龙讲无，爱主先生即比讲，恁中学学生。中学学生，即个中学也是中学，敢要变调？应该是中变学学生，调较好啦，中学学好，生。中学学生，好，恁中学学生安尼就是拢白，拢白贼，拢白贼，白贼，白贼嘿，拢白贼第八条，拢白贼。嘿，即句拢总是真厉害，为虾米咧？好，应该是过去好。拢总讲白拢贼总就是啦，所以讲伊拢总，袂到真厉害安尼。讲拢总是有较超过啦。好，是。讲拢总，但是就讲拢白贼。你拢安尼啊？恁拢安尼，好了解好。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好来，迄下晡雪龙要去找玉主，路着对爱子先生的楼顶去。雪龙一个上楼顶，害啦，心着庆子啦。爱子先生看见玉主的小弟来，就责备伊讲：你啥事甲阮的学生偷假批？雪龙讲无。爱子先生责备伊讲：恁中学学生安尼就是拢白贼。嘿，这个真是实在是真厉害。好，咱继续看。真是实在是有够。好，继续后一段好。迄时雪龙无看讲话啊，无看讲话。即个看，敢是小看？毋是啊，无共声音。无看讲话，大步走，细步行。大步走，细步行，转来到中学，召集学生，召集召集学生，学生党，学生党对因宣言讲，女学校长，女学校长骂咱中学学生拢白贼，恁按算知影？这个查某囡仔实在是，好，来，所以即只讲看甲拼。无看讲雪话，龙无看讲话。咁就是无加讲的意思，无咧加讲话。咱早一下，我毋捌听安尼讲，我家己嘛袂晓安尼讲，我看卖看。第二点找无看即个字。无看讲，无看讲，我是我看判着字。是毋是即个意思？看念、看心、看。嘿啊，无看。敢有点有看哩，烦恼。嘿啊，毋过无看讲话就毋知。遮啦。无，是倒一个？无用讲讲话啦。是无迄个美国时间。对。用讲话就走去啊。叫做无看讲，无用讲啦。我查一遍吼。无用讲食饭叫做无看食饭啦，无看通去，无用讲通去叫做无看通去。了解即个，好，等我即个我爱记起来。好。无看。今日咧学着啦吼，我之前嘛袂晓安尼讲，但是即个足简杂的吼，就是直接安尼讲。简杂。是。我讲简杂，即个讲对啊毋对？查一下。我即嘛实在足惯是查词典吼，就是。我发觉讲。嘿。就是我发觉讲，其实我家己进步足多。系啊，毋过嘛是因为你本地就是台语，就是你的母语，所以讲你自细汉就有讲，就即马是迄个要安怎讲是回忆 ，recall your childhood memory。
我去感觉竟然无，应该是感觉。但是毋是感觉的，伊感觉是即个头讲减掉，毋是即个意思。是啥物意思？感，我看啊，若要对话就毋是。要安怎讲？感觉哦，有其实第二点有修呢，感觉咁就是真 concise 的意思，简单明洁。对。感第二写节 CHIAT 第八写感觉。感 T 第八声哈，感觉哈。是感觉，感觉。嘿。感觉。安尼。简单。感觉讲。好。做代志就较感觉嘞，吼。感觉是。当然，这只感觉是讲你得爱较做较紧、较效率来较好就是啦。是。但感觉讲就好，就是讲你毋通讲啊落长啊，你就是简单讲到重点。对，讲重点的感觉。拄则讲我讲安尼较感觉，就是发音毋对，然后应该感觉吼，感觉。就是即个咱敢若高用即个看哩，就会当代表迄个无用功、用功迄个意思安尼。就是本来两字的词会当用即个看哩来表示吼，是。对，对较真好，有影。好，看哩哈，看。对，看，无看讲话和大步走，细步拼。无看车，你第二点的句是无看车，无看通气吼，无影通气。是，无看食饭，无看通气，是无看。无看讲话的，无用讲通个含你讲啊，就是大步走，细步拼。拼，迄个对啊，迄个拼是啥物哈？拼我伫迄个第二点找无迄个，敢是走路，也是行路的意思啊。拼就是拼细行迄个拼。拼细迄个拼。拍拼爱拼才会赢迄个拼，相款。是拍拼。为虾米讲爱细步拍拼？毋是拍拼，是细步拼吼。嘿。拼是即个意思，拼是毋是个吼，毋是一，毋是二，毋是三，毋是四，毋是五，毋是是六。拼。嘿。甲拼咧。嘿。所以为虾米伫这伊看起来即个情景是讲迄个即个小弟雪龙要走路要行。你第六个甲看真少吼，咱个看下，有一个拼路是啥物吼？对，即个拼路。咱看较真少个拼。伊是拄则第六个，第六个解说。有无？第六个解说，嘿，第六。即个一小开门知啦吼，一小开门。是真拍拼。对，第几个一小开门吼。所以你拼路就是我咧赶路嘛。赶路原来是安尼。嘿，即嘛拼路华语讲赶路路嘛吼，所以大家讲赶路听有就是拼路吼。细路。较罕咧用诶。原来安尼。拼本来就是有迄个一小开门的意思吼，毋是讲敢若拍拼吼，就是意思就是讲你有迄种紧就要安怎讲？就拍拼做啦，就拼命咧做啦，拼命啦，拼命去想就好啦，拼命走，拼命做啥物代志是拼吼。是。嘿，所以伊即只讲拼大步走，细步拼，吼，就是就虽然细步，但是就拼命咧行就对啦，吼。是。好，等下我即个我记起来。拼路拼，细步拼就是拼路。好。
应该是讲你要理解拼这里本身的意思，不是干那拍拼的吼。当然就是拍拼的意思啊，台语拍拼唔是应用就多吼，唔是干那讲拍拼做代志尔，拍拼任何动作拢会使叫做拼。好，了解。嘿，拍拼任何动作。It show comment upon anything 就对啦，就拢叫做拼。嘿，了解。等一下，过来一摆。啊，所以 it show comment upon walking 啊，就是拼咯嘛，就是这个意思。好，开始我来记一个，我把迄个字句的部分嘛记起来。好。哦，这个所以讲拼咯，就是真拍拼的走路。安尼讲无啥正确，走路是行路啦，走路是绕跑。对，行路啦吼。行路好真。就赶一急个，就急要行安尼，叫做拼吼。是。啊，有时啊，咱敢若国用一个拼咧，比如讲啊，伊拄则安尼雄讲拼去你心着，拼去倒位吼，拢用这个拼。拼去心。原来是安尼。嘿，你看台语会当用拼这里去讲这个故事啊，讲我拼算一路安尼冲到哪里去哈？华语安尼讲，但是你台语袂使用冲啦，用冲就怪怪哈。是，所以讲嘛是讲，上班要迟到啊，所以讲爱拼落去上班。敢是安尼，敢会使安尼讲，敢会使讲迟到。会啦，会使安尼迟到啦，会使嘿。啊，拼落去上班都是会使，但是我袂晓安尼讲实在，我就拼落去今日学着，今日我才学着拼落，我是今日才学着吼。啊，但是平常时的口语的表达，比如讲啊，伊拼去心着去找你。伊叫拼去心着去找老爸，因老爸讲踮咧破病啦，会用拼这里，会用拼这里去。即讲你敢会讲迄个拼去上班，敢会安尼讲？要迟到啊！你较紧拼去上班啊！你查某囝去上课要迟到啊，说拼去学校，敢会安尼讲？袂安尼讲。拼去倒位？袂哦。袂安尼讲，因为拼去啥物所在，拢是迄种。也是拼去较远的所在。毋是应该来讲，当你讲你拼，伊惊迟到，紧拼去学。嘿。当你讲去拼去啥物所在，其实有目的性。哦，是。就是你有迄个，这个语感是这种有路的吼，但是我家己语感嘛吼，为什么我甲你讲我家己语感嘛？啊，我毋知影讲别人是毋是原来安尼，书店是毋是安尼，我毋知吼。当你讲我紧拼去啥物所在时，其实迄个即句话后壁是有一个目的性，讲我为着啥物代志要紧走去遐。哦。啊，你迟到，当然迟到一般来讲是你 regularly 你爱去做的代志，啊，你迟到尔。了解。嘿，所以较袂用拼这字啦吼，迄个目的性你无表达出来嘛，你无迄个目的。当然你会使讲我目的是要去为着要莫迟到啊。OK， 啊，你若安尼讲嘛是会使，但是我听着怪怪。若是讲，你敢会使讲，就是我朋友伫病院，我拼去病院看伊。是，安尼就是正确，安尼就是正确用法，吼。了解。我上班要迟到，我紧拼去。就是感觉想嘛是会使，但是你定强调讲，我上班要迟到啊，我紧拼来去公司，我定紧拼去公司，无我等下会迟到。了解。啊，等你若无强调，你得讲拼去公司，你就毋知伊要拼去公司要创啥。你后壁你就 question mark 会出来，你拼去公司要创啥？迄个目的性其实即个拼里带即个就明显带伫内底。所以你会当用所有的这种台语内底所有的赶路哈，或者是一路匆忙，这个冲到什么地方去哈，你拢会使用这个拼来表达安尼，还是足活跳，而且足简洁的，你讲简洁，足简洁的用法哈。好，所以再来这句，所以大步走，细步拼，好，这样安尼做啊。
好，好，就再用好。这敢若是头一句尔，好，继续读吼。好。今日第5抓后壁好，学生听了真不愿，就话讲，顶离啊，顶离啊，因的顶离啊，好了解。顶离啊，因的学生偷摕咱的咱的图，今仔日阁互因的校长卖白菜，来去甲伊来去甲伊私行，实在是就是中二好了解，真心讲卖喏，真心讲卖喏，若是因的确要啊，若是因的确要去，了解，就带规拖好，带规拖去问当地的先生。迄个当地是啥物？当地的先生。当值。哦，好，这个我记起来，当地当值了解。所以讲，你要去，这阵学生要去甲迄个女学的校长冤家，搁要去找先生哟。当地啊，也是真心去找迄个先生要告状迄个意思，告状讲学生要闹事啊，学生要去。就带规拖去问当地的先生。规拖无啊，应该是迄阵学生去找先生。好，继续读看卖。就带，所以是应该是可能就是规拖问当地的先生。好，大家应该是这个人叫做啥？这个主角叫啥名？我袂记。雪龙，毋是啦，金星啦，金星啦，金星的。带别学生去甲先生讲，雪龙迄寡学生要做歹代志安尼。毋是啦，应该是带因去问当地的先生嘛，就是去质问嘛。即寡学生去问先生。好，质问嘛，吼，即个问里有迄个质问的。要质问，了解。即个我记起来，质问，了解，质问。你是安尼问你，但是就是有迄个意思嘛。质问就问讲你安怎安尼学卖咱即阵学生，卖阮即阵学生。毋知吼，因为即个当地的先生想我毋知，所以伊要去问，敢若是去问是毋知是问倒一个先生。华语叫做讨一个说法。了解。嘿啦，你毋知影伊要讲啥，但是伊就是要去带去问嘛，问当地的先生安尼。是。好，继续吼，大家咻叫，少年家咻叫。歹势，我是伊那飘我煞袂晓读吼，咻叫。对。咻头一个是第2声，后一个是第3声，这敢有飘音，敢有飘声调，敢是对的。咱查一下这词感这种咻叫，我知啦，咻叫我都袂晓。无这个词。咻叫。什么叫？咻叫。无这个词。咻叫。无这个词呢，我是太薄。伊吹台语，若是两个拢拍第三调，就有你讲的，就是你讲的咻咻。对，我知影是有这个咻叫。啊，那嘛有第1声、第1调，咻叫，就是伫吹台语嘛有小字。
头前两个咻咻是第一条的咻咻叫，也是咻咻叫。嘛讲是有风声，也是人的喊叫声。哦。好，咱继续。讲就是迄个女学的校长失言啊，讲唔到过去，就互学生去生气。好，拍再者我记起来，好记好啊，继续吼。这段这段啊，无可能读得了啦，吼，咱可能读到对一个所在个小个。一半系啊，所以讲读到也是职业，读到职业尾啊，职业结束。好啊，好啊。当地的先生，大家咻咻叫，少年家血气，风光，血气风光啊！了解，血气方刚，血气风光，K，果然气问，K，好，这个词 K。AK 啦，吼，应该是你爱查这个 AK。回馈啦，我们是讲回饋，回饋啦。回馈。但是查者，我唔知查对一个腔吼，才查到。好，用试看觅。AK 啊，也是用车号。AK。可能爱查这个泉州腔。回饋。哦，是。啊，泉州腔叫 AK， 所以讲 AAKK， 吼，啊，其实是相反的吼，就是 AK 啦，吼。AK 是。好，了解。小亏来亏去，就是亏去，就是伤歪嘛，啊，大家亏来亏去。是好 ，AAKK 果然去问好，迄日当地的先生是老相公，了解老相公，伊咧教中学也咧兼女学兼女学的课，安尼吼，兼女学好，学生问讲，女学校长骂阮拢白贼，阮来去问伊看卖，好毋？先生看学生规大阵，大概是真受气，真受气的代志是真受气的代志，一时恶得应答，若要应是惊中学学生，若要应好是对女学校长歹势。好，今仔今仔日就读到这，就是职业的上尾完整的一句。好，咱读到这啦吼。啊，拄则迄个老相公，我查一下，老相公什么意思？捌听。就是迄款的秀才，也是啥物去读去教，嘿。相公，老相公。老相公，来看觅，敢有收即个？无收。咱若是相公咧，相公应该有啊。相公可能有。嘛无。相公呢？系啊，小白的腔口。毋是，这可能是文笔无共。文笔差，吼。嘛无啊，拢无咧，为什么？相公。至少相公我捌听过啊，跋麻雀讲相公。就是跋麻雀讲相公，就是。若是用车号就若是用汉字去找，就找有相公爷，也是相公爷。啊，咪讲相公爷是
南管的演员摆的成。你讲安怎测啊？测安怎测？伊台里顶的用汉字找相公。汉字哦，哦，是啊，用汉字哦。对啊，就安尼用。老相公，相公。叫做相公爷，或者是相公爷。所以讲，伊毋是收工的，伊毋是伊公，伊是收工。公工。若是伫找台语找相公，就是会使ONG相公即个音，伫大英词典1976年有首相公是 Young Gentleman， 阁有 Gentleman， 阁有 Prime Minister 的意思，真趣味的意思。The young gentleman term common in opera and old novels。这就是咱定来听过啊，相公有无？哦，系啊，就是迄款的相。我毋知你，我细汉定来伫个戏内。敢是伫歌戏，有无歌戏播的戏迄款？相公是啊，嘿嘿嘿。啊，老相公可能是我相信就是 Young Gentleman 变老啊，变 old gentleman 啦，吼。是，嘿，老相公。但是因为查袂到，所以我嘛毋知是不确定的吼，是毋是安尼我都毋知。嘿啊，所以共款好啊，相公甲相公。因为相公和相公就是文笔读法无共安尼尔。嘿，是啊。好，安尼咱今仔日到遮啦，吼。好，这段你敢买来读一遍？好，来，我这段我读一遍吼。迄时雪龙无看讲话，大步走，细步拼，转来到中学，召集学生党，对因宣言讲：如学校长骂咱中学学生拢白贼，恁按算怎样？学生听了真毋愿，就话讲：顶日啊，因的学生偷摕咱的图，今仔日搁互因的校长骂白贼，来去甲伊输赢。因先讲卖喏，若是因的确要去，就带规拖去问当地的先生，大家咻咻叫，少年家血气方刚，客。果然去问，迄日当地的先生是老相公，伊伫教中学，也伫兼女学。学生问讲，女学校长骂阮拢白贼，阮来去问伊看卖好毋？先生看学生规大阵，大概是真受气的代志。一时恶得应答，若要应是惊中学学生；若要应好，是对女学校长歹势。OK， 好，咱换读另外一本啦，吼。是教会历史。我甲这停落。好 ，Stop recording 甲 stop。recording 要 stop。我煞袂记个 recording 要 stop， 伊是敢若改版了，我煞袂晓用。对啊，伊今年改。